这儿还有一个了吧？这儿你要雍正吧，戴个帽子。就像我之前用特效里面那个帽子一样的，只是它的颜色不一样，这个是纯白色，那个是绿色的。不雅来了，不雅。我刚换视频了，我在这个位置。
上面。车长那个地板没人，人也要主持吗？直播的。听音乐嘛，旁边有音乐就可以了，音乐就直接可以。这就是。你刚刚说取证距离到了。说哪个取证？扎西取证还是巴塘取证？你看应该是巴塘取证。扎西取证一般白天好像直播，晚上不直播。看吧后面，他现在也晚上也要直播了吧？他以前从来不直播的，以前胆子比较小，现在练出来了。这就是跟那个国服学的，每天都要放。之前念珠好像是。拥挤来了，看。黑衣服的是谁？很拥挤，这个，哎，没想到，这人太多，他很少来，哦不是很少来这个地方，这个厦门广场比较少来。说悄悄话去了。是谁啊？什么东西找的谁啊？许真哦，老六吗？啊，他今天不来哦，好像这几天还加班，说不清啊，也说不清了，很近。不是，这边下雨啊，下雨没地方，这边是不用好的天气现在。以前这边修好了就没灯嘛，现在有灯，它晚上21点30准时关灯。就是21点30，自动就关了。现在这边可以随便跳啊，给那个景观中心聚集人气嘛。昨晚出来喽，你看没有？这儿来了，这边是兰州的，那边是兰州的，好像是。他们前几天就来了吧，好像。应该是本来联谊活动那些，昨天好像就在说这个事。
跟羊、喜羊羊，三只羊，山羊火鸡面，也是羊嘛，也带羊。哎呦，看这把树好高嘛，要死！这个德国的这三姐妹都回去喽，就在成都了，他们那个王清昨天晚上不回去了，他们三个，还有一个有4个，有一个是汉族，3个藏族。这一点太美了。这周末好高，1米，比那个旁边的人高一些。啊，好像173左右吧，173。来了2、3天嘛，来了2次。这曲墩儿，这是谁？是这儿，真曲墩儿，看没有？背了个包包，你们看吗？有些人关不了，压得很紧。秋季也来了。对，永吉在忙嘛，在聊天儿。旁边那面是兰州的一个活动队吧。前几天好像就来了。哦，对，杨娜，对，我都搞忘了。他在网上卖服装、藏装。可能要来吧，不知道，所以下雨他就干脆不来了。
吗？那个戴眼镜是小楼，你看谁的？等会儿仔细瞧一下，好像是小楼哎。戴眼镜好像是小楼啊。刚刚那个叫差点忘了。这个来了，扎围巾那个是第4，它也是第4。这个好，这个小姐姐好玩。
两个。哎呀，你兴奋起来了！两个把衣服脱了，讲的太热了，再远一点。哎，对，很多了就不行。戴帽子那个就是小罗，戴眼镜。人要叫他把眼镜取下来，根本不能出来哟。他像那个酒吧那种，酒吧戴个眼镜，然后戴个帽子，根本就认不出来了。哪里去了？一个戴帽子是这个是小罗，小罗他们不认识，我一看就看到你了。对不起喽，对不起喽。哎，妹妹，那个呢？辛苦了过来。他说他今天来。啊，我等会儿就送过来。
镇后面还看到小楼，小楼当时没家，哦，就后面那个陕西矩阵后面那个就是小楼。这个不是莲花镇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坡应该不是，这个坡比较老。
痛苦一点。什么东西糖啊？他每次带很多泡泡糖。我说这个，我们这个拍，这个手机拍的那个。看那个，他到了，他送没送那个？还跟我讲，他有发没有人来，我没看到。那个你不烦我嘛？你把化妆进去烦我嘛？你为这东西上烦我嘛？小女娃还没到，好像。你先说那个嘛，说那个妹妹的礼物。哎，那个小朋友还没到，我没看，我等下问下他，没看到人呢。只让妹妹嘛，给他妹妹的礼物啊。我这儿下再说嘛啊。
所以今天这个海鲜面我先放这儿嘛，先你等会儿拿回去嘛。我主要是看他那个小朋友。现在就是青啥子？青葱啊，青葱啊，米去。这个有花哈。哎，这个是。这个是。等一下嘛，先给我打电话嘛，哪个来嘛？我先把那个送了嘛，你这儿耍了嘛？哎，好，嘛，我就把那个先送了嘛，把那个美美的送了。应该是小朋友。
下了，因为下雨，小朋友他肯定得来了。这是明天的，明天我问他们在这上去啊，这个老师大礼物，没得钱吗？那你问一下你那个妹妹呢？他没电话吗？他也没电话，没电话。我给说了，他给我过来了。他要过来了吗？哦，好了，好，他要来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这个是新加坡的苏先生送给妹妹的，他没有，这次没有，他是没有给他送鲜花了，还是送点礼物那些吧。他已经给那个亲手说了，亲手在过来的路上了。Yeah.
哈，拍个人流量高一点。管他的，我想拍啥就拍。我那个上去了，我拍中了是上去了。我算了，你都拍。你那个太黑了。蛮漂亮的，我看老师，漂得很黑呀。看老师这流量是。
还有个青，叫青虫，中间怎么来了？妹妹是他来了的嘛？没看到人呢。叫对了嘛？堆了，你看没有？这一堆了。哇，这个视频太多了。没得话30，就详细话上去就话。好来了，这个来了，哎，等你。他来了，那个在那抱过来嘛。好。只有这几声卡没来了，因为下雨嘛。其实他走得很近，应该很近，就没电话我找了，但是觉得
算了，明天说那个北京生港的算了。那个礼物完全也不存在，那个不存在过期啊！其实现在说鲜花也不过期，因为鲜花是满天星嘛，满天星不存在过期，过期过几年我也都没事。他姐姐，他妹妹。腊肠都来了。哇，排，哇，一排，好挤哦。重启就解决了噻，重启嘛，关机重启嘛，没重启。一般你那个电脑对不起卡到了，你那个系统出问题了噻。系统出问题那种情况直接重启就是了。你说重新来？重新启动哦。对。就是这个毛病多哦。多，其实你用了好久才重启动一次，是吧？那没管哦。对啊，不是用管，那一般没出问题，一般没得反应那些，要你把程序还有检查有没有升级的，要么你就重新启动一次。他们这又是他们这个电梯关不到机的嘛？他这啷个没来嘛？哦，它自动开了。
对啊，你读书，什么？他在直播啊？第一次刷到，第一次刷到他。哦，他是团队的，但是他没来成都啊，他在杭州吧？他杭州好像。他以前回来一次，因为刚刚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，他国庆那天回来了。对。他没在这边上班。我的店哦。哦，变之一了的嘛？哎，要去治，哎，真的，哎，不让你撇了，因为太没电了。那个嘛，所以俺这会儿他说你在抽烟，还不要抽烟，就说的，他就不要抽烟，影响形象。有别人有些不喜欢的。有些还是要看一下，因为有些还是要看一下吧。在旁边嘛，没注意到。哦，在后面，马上就过来了，马上就过来了啊！运气马上了，马上就我就不用动了，你们看到。圈子太小了，转一圈的话，1分钟都要不到。叫的话就把东西在这看旁边。我也是。只要怪叫其实没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在这自己故意舞发那个我的氛围。拉动氛围，拍点手机拍点，马上要结束了，还有10分钟，1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，而不是关电源就自动关了。王青来了，王青你看。
那个环境带，要么就手机掉啥子情况哎。那个，我开上环境带，往外。2分の1で给他火影，拿来尖叫。马上去，最后一首吧。
太黑了。结束喽。我有点不想去。啊，是吧？结束了吗？对啊，停电了嘛。他尿尿了。哦，没事，他随时可以我。他出去屋了。哦，谢谢。对，他是。我们拍一下直播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不拍那些，不拍那些。啊，我不会带是吧？我不接那些东西，对吧？好，谢谢。这还真对是。这钱我不接了。7点半不到。哦，它自动关的。差不多。这个给那个3年级，他上的3年级，他姐姐是5年级。这个是韩国那个金明珠送的，金明珠他已经来过去，来过这儿的。我给他送的花盒。对，送了花盒的视频。拜。我们韩国是翻译出来的吗？他来过这儿的，他来过这儿的。韩国的。哎，他那次从那边走到尼泊尔。相当于他们直播间还是打的韩语是什么？翻译出来还是翻译过的嘛？他反正通过换软件嘛，他看了很久，我从30多屏他就给他看。他们都关注很久了。哎，有7、8个月了。这边9点半就自动关门了，全关了。开车的嘛，我停在那个旁边高升桥那儿的。我没有拍那个审查，回去直播嘛，很正常，想摸摸鱼。没下雨了吧？没下雨了。电没了，卡在那里。近距离看一下永吉老师的吃饭。没下雨啊？没下了。马上是有了。上次有，你还要干嘛呀？不一样。听着了。反正你不接呀。没下了，没下雨了。要信了。你们住在一起的嘛？我就说你们住那个成渝高速啊？对啊，没事，拜，再见。他和那个苏拉他们在一个园子，我就住这儿，我住这边，他也要走那个方向。这是温度吗？谁啊？哦，永吉或者是松露啊，两个都太重。有点重吗？上次我拿好不好拿嘛？拿不走是吧？拿不走。它是免礼物，是礼物。你花你拿到嘛？小美女喜欢花。这里面是零食，是巧克力那些。啊，零食我拿走嘛。拜。他妈一人拿了，他姐姐拿了个礼物。我就说这个是，我以为是温布呢，温布让他扑过去拥抱。真的，人还怪好的嘞，不想跟他说话的了。把那个老头子叫进去。好，你怎么看到我？我才上成都逛。哎呀，就不打搅别人了，好吧？人还怪好的嘞，我不想跟他说话了，家人们。这个是拿错。拿错永吉我最喜欢了，谢谢。人还怪好的嘞，我也最喜欢你了。
我最近特别喜欢说你还怪好的嘞。怪好的嘞，是东北话吗？东北那边，反正这个家人也是抖音那边传过来的，家人们那个也是这种。今天星期五吧，有点冷哦，吹得呼啦呼的。互动的话，你要有时间嘛。那我以前晚上11、2点才回去的，很正常。那么多人在青阳宫，或者是在境外那边，或者境外中心商场，要有时间才行。跟他们玩儿，人家拍一些，看他们跳舞，或者是他们在直播，那就等好久，是吧？你时间根本不够哎。这是王青，哎，不是王青。你们他那拍视频吗？应该不是去吧？他是永吉。还不要跟他哦，不是去，不是拿出那个说找那个地方，要那个光线好的。你去小厂吗？操，周末出干嘛了？周末出有些视频他没发了，发给我。他有些现场就跳就发给我。这会儿说，哎，那个东西。他要发就发吧，我问他吧，我找他问一下吧。应该有啊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土拨鼠以前我养的有。养2-3年就死了，老死了吧？应该寿命只有2-3年，应该是那个就转圈那种，在家里面养的那种小白鼠那种叫小仓鼠吧，不是土拨鼠，是仓鼠吧？你去小厂吗？这两个去啊，干什么？啊？你们去拍那个吗？永吉他们去吗？怎么那个哪个小厂？哪个小厂里面嘛？啊，不是，这儿青阳宫。哦，那就不去了，不去喽。晚上要早点回去。你要去啊？我送你嘛。我车停在旁边的。我车停在考生桥的。你们要去我送你过去嘛？反正在酒店试试。送过去我那儿没有什么拍的。那个昨晚好冷嘛？好冷呢。